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9月16号。这一期啊，咱们闲聊啊。随着这个国际局势啊变化，随着这个特朗普啊这个贸易战，现在是局势啊就波谲云诡吧，大到国际地缘政治、中东局势，小到咱们国内的这个房地产、股市，方方面面，甚至到预制菜。我们经常发现啊，这个专家呀也会对各种事物啊、各种现象给出一些评论和预测。或许是这些年这个形势变化太快，所以我们经常发现这些专家错得离谱，所以很多网友就经常说最好的建议就是让专家不要再建议了，对吧？最好的预测就是让专家不要再预测了。当然了，这个有点极端啊。那造成这个现象是什么原因呢？我想大家恐怕都深有体会啊，深有感悟。确实是很多专家经常错得离谱。我们直观感受就是那些很多坐在央视，对吧？那些专家对俄乌战争评论是头头是道，对这个叙利亚，对吧？对这个加沙，对胡塞武装，对吧？有专家说以色列胆敢对伊朗动手，那么对吧？以色列短时间就会被灭国等等吧，就是总是让人感觉是笑料百出让很多人很多网友以为这专家是来讲这个相声的烘托气氛。那专家为什么总是失误呢？今天这个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是张维迎老师的，标题叫为什么专家的预测经常错的离谱。这是张维迎老师他在那个北大国发院2025级 EMBA 开学典礼上的一个主题分享，有人把它整理了一下，然后我看财经网把它刊登出来了。就是我们从这个张维迎老师这个演讲里面看一看，他是怎么看待专家预测经常错的离谱。他这个讲话刚开始他举了很多例子，专家预测失败例子比比皆是，在各个领域刚才说的是什么地缘政治、军事，那只是一方面，对吧？在各个领域，专家预测失败例子是比比皆是这个张维迎老师举了好多例子他说第一个这个大家应该有印象，他说网上曾流传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一家知名投资银行拥有很强的研究团队，他们在2023年初做出了10大预测，就是对2024年经济对2023年经济做出10大预测但到了年底回顾时发现，所有10项预测无一项正确。这个大家还有印象吗？咱们在网上调侃了很长时间，就是中金他预测2023年这个对吧经济的10大这个预测，结果没有一项正确。其实很多网友总结了如果10项无一正确，那它这个很有价值，因为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反向指标，对吧？你照着反着做就完了，就是对的。问题是很多预测10个预测它对一半错一半，非常没有规律，对吧？导致你没法借鉴。这个还有一个就是人口领域的这个预测，张维迎说他说因为人口统计学很成熟，人口统计数据也充分，但专家的预测也错得离谱。2015年前在讨论是否放开二胎时，一些知名人口专家和权威人士预测，放开二胎后中国总和生育率将迅速提升至2甚至2.4以上，但政策放开后，实际总和生育率一路下降，从2016年的1.7下降到2024年的1.08，远低于专家的预测。在出生人口方面，实际数据和预测数据的差距往往在500万左右。比如专家预测2024年出生人口应有1500万，但实际出生人口只有954万，差了500多万了，也就差了1/3。他说再看看这个国际上知名专家所做的预测，他说1968年斯坦福大学生物学教授叫保罗·埃利希出版了一本颇具影响力的著作《人口爆炸》。他在该书预测中，由于人口急剧增长，即便启动所有应急预案，在20世纪70年代仍会有数亿人饿死，并且人类已无法阻止世界人口死亡率大幅上升的趋势。而实际情况如何？我们看到死亡率大幅下降，出生率同样大幅下降，两种因素综合后，世界人口总增长率呈下降趋势。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未出现大面积饥荒，更没有发生数亿人饿死的现象。事实上，所有国家的人均食物消费量均大幅提升，而粮食价格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就大幅下跌。我不知道这个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我在上初中和高中的时候就上个世纪80年代吧，90年代初，这个我记得这个教科书上面或者那个媒体上面经常宣传的是人口大爆炸，然后说这个地球一共只能承载60亿还是70亿人，超过了就不行了，水资源不够，粮食不够，能源不够。我记得当时就是这么宣传的尤其是水资源不够，淡水不够，这个
但是现在你看啊，这地球人口已经超过70亿了，你总体上看生活水平肯定是提高了，也没说水不够，更没有说这个能源不够，粮食更就谈不上不够了，对吧？现在饿死的人越来越少，因为饿死的啊。说到人口啊，我再多说几句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这个新生儿出生率啊？不光说咱们这儿在下降，咱们这儿下降，现在众说纷纭，对不对？什么原因大家还在讨论。但是你看现在就连这个印度、越南，这些地方以前都是喜欢生孩子的地方，现在人口都在下降，就新生儿出生率啊，印度都已经跌破2了，也只有1点几。1点几就是人口在萎缩啊！你2个人结婚就生1个孩子，那人口肯定是在萎缩。连印度他都不生了，越南对吧？越南人是爱生的啊，那么小地方1亿多人口，现在据说啊，越南人也不生孩子了。就为什么经济发展了，大家反而不生孩子？过去穷的叮当响，玩命的生，对吧？印度以前穷的时候不是玩命生吗？人口第1大国了，已经超过咱们了。所以这是不是这个人类很有意思啊？它是陷入了一种自我调节状态。这个显得有点叫世上本无事，是吧？庸人自扰之，就是我们老是担心人口爆炸，然后咱们要搞计划生育，你越计划生育，人家越偷着生，越穷的时候越要生啊！我隔壁邻居啊，也是我小学同学，他妈就生了9个，我那同学是最小的，那真是穷的叮当响，人家根本就不在乎，就是生。我同学他出生的时候，他大姐就是他妈的第1个女儿，正好也生孩子，也就是他妈跟他大姐同时坐月子。但是你看现在年轻人就不要说生孩子，结婚都懒得结，对吧？物质条件那现在比过去那强了10倍都不止啊！这个现象不光是中国啊，那你说越南、印度对吧都有。那欧洲、美国他已经走过了对吧？日本他已经在前面演了一遍了，后面的印度、越南他也这么玩，所以这个值得大家这个就是思考啊，就是为什么人对吧？你别管什么国家、什么文化、什么政体，他都不爱生孩子，越有钱越不生，越穷越要生。这个张伟银说啊，他说他又举这个能源方面的例子，他说能源是专家们最喜欢预测的领域，但几乎所有影响力的预测都不靠谱。他说人类于1859年首次开始使用石油，1865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边际效应学派创始人叫杰文斯，他就预测啊，他说煤炭即将枯竭，且石油产量不足以替代煤炭。结果事实证明啊，这肯定是个错误的。1919年美国国家煤炭局预测石油产量将在2到5年内达到峰值，然后开始下降。为此，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组织专家探讨如何生产合成石油，但是预测石油产量下降并没有发生，恰恰相反，石油产量持续大幅度上升。1947年，美国国务院石油处预测美国无法再找到充足的石油供应。事实证明，这一预测又是错误的。后来情况变得乐观起来。1970年，尼克松总统石油进口工作组乐观预测，美国基本能自给自足啊，至少在一个10年，也就是未来，就是他1970年认为啊，直到1980年啊，美国的石油都不会缺的，还能供应10年。然后那个全球油价会保持在低价位，但没人预料到1973年爆发了由中东引发的石油危机。1977年，美国总统卡特警告能源危机即将全面来临。事实上，1978年之后，石油价格一路下跌。2005年，每桶涨到40美元时，福布斯杂志的叫斯蒂夫·福布斯预测石油价格即将下跌，可实际上石油价格却继续上升。2008年，石油价格涨至高达每桶140多美元。正当大部分权威专家预测油价将涨到200美元时，油价又应声而落啊，一路下跌。2016年掉到30美元，2020年4月底掉到16.55美元。即便爆发了乌克兰战争，今天的石油价格每桶也没有超过60美元，也就是这专家预测都是不靠谱的啊。这个张文银老师还举了个例子，就是宏观经济这块啊，刚才是能源，在宏观经济这块呢，这个很多专家预测啊，就是美苏争霸期间呢，有人说美国的通货膨胀超过了10%。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啊，西方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远快于美国，因此苏联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1大经济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逊，他的经济学原理，就是他这本书啊，那是经济学的这个叫经典教材啊，是半个世纪里最为畅销的经济学教科书。就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得主啊，他在20世纪60年代修订的版本中预测，苏联超越美国的时间大致在1984年至1997年之间。结局咱们都知道了啊，也就是说，这个经济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在他这个畅销书里面预测，对吧？1990年苏联就会超过
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后来啊，这个1980年啊，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啊，萨缪尔逊，他在再版他这本书的时候啊，1980年嘛，也就是他1960年的时候预测30年以后啊，这个苏联会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那你预测的太远了，不准。好了，到了1980年，他也把它修改了一下。20年过去了啊，他认为这个不准，所以说鉴于之前预测难以在预期时间内达成，他修改了之前的预测，将超越时间，就是苏联超越美国的时间推迟到2002年到2012年，这是他1980年预测的，他把它调整了一下，对吧？第一次测的不准，那第二次重来再预测一回，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啊。这个书出版还没几年，苏联就解体，怎么超越呢？后来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啊，在他的再版书中把这些预测都删掉了。苏联解体好像没有哪些著名的经济学家或者是这个对吧，什么社会学家预测到了，突然就解体。我想就跟俄罗斯是一样的，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突然解体。然后这个张维迎他也举日本的例子，他说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早期，全球至少有35本著作啊预测日本将超越美国，对吧？各路经济学家、主流经济学家都会预测说日本啊要超过美国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有观点甚至断言21世纪是日本的世纪，对吧？更有这个激进的观点认为美国或将沦为日本的卫星国。说特别要提的是里根时代一位政治商务顾问、经济学家叫普雷斯托维茨，他于1988年写过《日本主导时代的到来》，该书通篇未提及中国，也是忽略了中国啊。20年后，这个结局大家反正是知道了，对吧？日本什么个情况？20年后啊，就是2008年，对吧？这位经济学家又发出一个观点，叫中国主导时代即将来临。但那当然，他这个观点目前是吧？这个你也不能说他错了，你也不能说他对，这不还在验证之中啊。那关于这个改革政策的预测，说经济学家也经常犯错误。这个说1981年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英国就有364位大学教授签署了一份正式声明，告诫民众勿接受撒切尔夫人提出的改革方案。但事实证明啊，撒切尔夫人推行的改革方案使英国摆脱了长期的经济停滞，并在国际社会重新崛起。2023年，这个米莱上任阿根廷总统时，全球有数十位顶级经济学家联名签署一封公开信，警告米莱在阿根廷推行的改革计划可能会对阿根廷民众造成伤害。那现在看呢，对吧？米莱的改革啊，虽然还没有取得彻底成功，但是在阿根廷啊，经济复苏那也是有声有色啊，首次啊123年来终结了阿根廷的财政赤字。还有啊，不着调的预测啊，1977年说800位国际问题专家对未来全球政体格局进行预测。那上世纪70年代啊，尤其探讨了25年后的2002年，就是这800位国际问题专家得出个结论啊，什么结论呢？说社会主义政体数量将会增加。实际上呢，这预测又是错的。2002年，对吧？社会主义政体勉勉强强剩5家，那跟专家预测完全是反着来的。也就是张维迎还举了很多例子啊，他就是说明这个专家的预测啊，经常是不靠谱的。这个2012年说，专栏作家加德纳出版了《未来乱语》一书，分析了人口、资源、经济、地缘政治、科学等各个领域预测的成功率。其基本发现，他说专家预测很少有正确的时候，即便预测正确，也大多是凭借运气。这就好比一个钟表啊，即便这个钟表停了，没有电池，没电了，或者是它里面发条，对吧？没能量了，它一天也有2次这个时间正确的。然后这个张文银说啊，他说为什么专家不是预言家？为何这些学富五车的专家所做的预测都缺乏可靠性？简单的答案是，未来是不确定的，但预测专家却假定未来是确定的。未来存在无穷种可能性，影响因素众多，但专家仅了解其中一部分因素，并不知晓全部，存在认知上的缺陷和局限性，对吧？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叫蝴蝶效应呢。这个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认为阴谋论呢不靠谱，对吧？实际上阴谋论它的前提就是，对吧？你未来的这个一切都是在它计划之内，在预期之中的，它阴谋论才能成功啊。阴谋论就是你做个什么东西，你就知道对方会有什么反应，会有什么样的，你输出一个什么，对方他就会产生什么一个现象，然后他会采取2种或者3种反击，对吧？你跟着他2种3种反击再去做什么这个应对，这个才是叫阴谋论的前提啊。问题是你怎么确定人家会有2种3种反击呢？万一人家不反击呢？不按你这个设计好的路走呢？所以说啊，这个阴谋论，对吧？也是假定，对吧？下面都是确定的，你只有这么几种选择。
那专家预测错误也是一样的，先假定未来是确定的，但是未来偏偏是不确定的。通常讲的不确定性给人一种感觉，好像有一个客观的外部世界，这个外部世界未来已经由历史给定了，随着时间推移，未来将逐渐显示出来，如同受精卵变成胚胎，最后变成婴儿一样。我们感到不确定，只是因为我们的知识随着我们的知识增加，我们面临的不确定性就会减少。这或许描述了大部分自然现象，但与人类社会相距甚远。就人类社会而言啊，未来究竟呈现何种模样，并非是客观给定的，也就是我们所有人一起在参与决定未来，对吧？这个未来不像大自然，对吧？大自然的山川日月好像没有什么变化，是确定的，对吧？但是社会是我们所有的人一起参与形成这个结果。人类社会而言啊，他说未来究竟呈现何种模样，并非是客观给定的，更非完全由历史所决定。我们将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未来，至少部分的依赖于我们自己的选择，对吧？包括你自己的选择、他人的选择、当下的选择以及未来的选择。即便你清晰并坚持自己的选择，那你无法知道社会，对吧？别人的选择，你也没办法干预别人的这个抉择。尤其是你无法清楚地预知人类的想象力，一个人选择什么与他的想象力有关，而想象力不完全取决于过去的知识积累。就像股市吧，对吧？股市咱们看空，咱们觉得它不应该涨，那是咱们的观点啊。但是有人他就认为它要涨，我就要去买，你干涉不了别人。那等买的人多了，它真涨了，是不是这个道理？涨了有更多人去买，更多人买以后它又更要涨，所以你怎么预测呢？所以他说整个世界呈现出非线性特征，一个新观念的诞生，一个偶然事件的发生，一位雄心勃勃人物的出现，这最关键的啊。这个虽然我们说人民创造历史，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啊，一些特殊时期出现的特殊人物，他可能改变历史。我举例子吧，就是二战时期英国，对吧？如果不是出现了丘吉尔，那就是二战结局你还真不好说，对吧？如果不是出现普京啊，那现在这个世界格局是什么样子也不好说，对吧？也就是说这个有的时候这种雄心勃勃的人物的出现啊，特殊历史人物出现，也影响这个社会的进程啊，世界的进程。再比如啊，一场突如其来的病毒，你比如口罩期间，这谁安排的呢？突然来个这玩意，整个世界是不是都被打乱了？不光是中国啊，整个世界都被打乱了，这不就历史进程，对吧？出现了这个就扰动嘛，这个谁能算到呢？对吧？这就没有办法预测。那老有人说推背图，对吧？我这里也说一下啊，动不动拿这个什么永乐大典说是拿这个推背图啊说是的，连专家的预测都不靠谱。推背图这玩意，这个首先是来历不明，第二个你什么玩意都往推背图上靠，那咱们也别研究了，把推背图拿出来看看，对不对？未来会发生什么，咱就照那个干就完了，等着呗。所以它本身就是不靠谱，因为未来是在我们创造，对吧？我们每个人都在动。你那么一个预测有什么用啊，对吧？所以一旦出了什么事情，总有人拿那个推背图出来说是荒唐啊，非常荒唐。所以这个牛顿就说过啊，他说我能计算星星的运动轨迹，却无法计算人类疯狂行径。所以牛顿是不是炒股啊？赔得一塌糊涂，是吧？自然界有它的规律，但是人类社会这个规律，对吧？就很难去这个界定它、预测它。马尔萨斯1798年出口的人口论中预测，因人口增长速度快如食品供应的增加速度，人类将始终处于贫困阶段，生活水平无法真正得到提高。这是马尔萨斯1798年说的，他那个人口论是吧？那也是非常著名的。但结果现在看看说的对吗？也就是他根本无法预测人类社会的活动。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不是一年比一年提高吗？对吧？也就是说，他没有办法预测技术进步对生产和人口出生率产生的影响。然后这个张卫营说啊，他说为什么不靠谱的预测持续存在？也就是大家都懂，对吧？专家预测都是，对吧？那仅只能参考，不靠谱。那为什么还要预测呢？明知不可为，偏要为之。这个张卫营说啊，这个问题啊，可以用经济学的需求与供给理论回答。一方面，人们有这种需求，期望有人进行预测。人类与生俱来的就是厌恶不确定性，对吧？大家都讨厌不确定性，我们都希望今年怎么样，明年怎么样，大家对吧？确定的，那这样大家就踏实了，对吧？跟着这个确定的来干活。我们不喜欢不确定性，就像打鱼一样的，这个渔民出海面临着不确定性，风暴，对吧？还有鱼，你能不能追上鱼群，能不能有所收获，这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又想有确定性，就不希望这一趟白跑。不确定性意味着我们对未来没有任何掌控感，我们都想掌控世界，便想出了预测这一办法。我们以为只要能够预测未来，就可以掌控未来。
在此特别值得提到一点，说人类对于不确定性的恐惧，实际上使我们接纳了许多事物。比如有些人之所以接纳计划经济，是因为计划经济主张者承诺能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你看，计划经济它就是想解决确定性，对吧？按照计划来，一丝不苟的执行，结果就是那样的，不用预测。但实际上呢，你根本解决不了，对吧？计划经济号称能使一切按既定步骤有序推进，没有人有后顾之忧，所以受到很多国家的青睐。这个张伟银说啊，他说一个逃犯呢，什么时候能睡个安稳觉？因为逃犯在逃跑路上，那对吧，担惊受怕呀，害怕被抓住，那寝食难安，对吧？说逃犯什么时候能睡个安稳觉呢？恰恰是他被抓的第一个晚上睡得很踏实。为什么呢？因为靴子落地了啊，他也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反正抓住了。没抓住之前都是不确定性。然后这个张伟银说啊，他这说明啊，一件确定的坏事有时比不确定的好事更能让人内心安宁。大量研究显示啊，只要我们对周围世界拥有哪怕些许掌控力，便会感到更愉悦。他说这个就更好的解释了人类为什么会有迷信行为，为什么崇拜超自然的力量，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不对，对吧？任何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上帝不存在，是吧？然后这个佛祖也没有那么大法力，你跪在那烧香拜佛也解决不了问题，但是为什么还要去呢？著名人类学家叫马林诺夫斯基，也是费孝通先生在伦敦经济研究院的导师，想探究人们在什么时候会求神算卦。他的结论是，他说在不确定性极高的时候，人们更可能求助于神灵。当然，现代人更倾向于相信专家，而不是算命先生，因为专家具备专业知识且较为理性。但实际上，他说如前文所述，就预测未来而言，专家与算命先生没有什么本质差别。所以经常有网友对吧问呢，说这个经济什么时候能好啊？房价什么时候能稳住啊？对吧？我一般给的答案就是我不知道，我就知道这2年肯定好不起来。你往后5年、10年、20年谁知道呢？鬼知道啊！我们只能说这2年恐怕够呛，1年比1年差，也只能给出这么一个答案。但是老有人问对吧？这个经济什么时候好起来？什么时候见底？这就是需求对吧？很多人他想有个答案，他想有个确定性，这个答案哪怕是不好对吧？你说20年才好，他需要这么一个答案，虽然这个答案很糟糕。他说另一方面，针对我们的需求就会有对应的供给，对吧？这是市场需求嘛。对，你既然需要答案，那就有人给你提供答案。为什么有些专家热衷于进行预测？他说因为这样可以证明自己的价值，彰显自己比他人高明。自科学革命以来，人类愈发相信知识的权威性，而且我们看到那些做出大胆预测的专家往往表现得信誓旦旦，因为唯有展现出十足的自信，才会让人觉得他的预测具有可信度。若预测专家表现得犹犹豫豫，他人会对预测产生怀疑。那也就是你看这个像不像这个求神拜佛啊？信则灵，对吧？你要越信越灵，你越不信，对吧？那他就不灵。那有些专家之所以热衷于预测呢，是因为专家对预测的责任是非对称的，也就是说这个预测成功了，那他就扬名立万，对吧？获得流量，获得名声。预测失败了，大家就忘了，当个笑话就过去了。所以这个预测它没成本。有个经济学家，他老是预测说1线城市房地产已经稳了，结果事实证明呢，专家预测就像买彩票一样中奖了那就大富大贵，没中奖也省事2块钱，可以忽略不计。还有即便有人较真，对吧？就盯着这个专家说你预测错了，那专家他也能找出各种理由来为自己辩解，对吧？说我预测这个逻辑、道理、理论都是对的，只是条件发生了变化，对吧？谁能算到来了口罩呢？你看，对吧？谁能算到伊拉克的人民他不挖地道呢？对吧？谁能算到这个叙利亚的政府军呢？巴沙尔政府军他放弃抵抗呢？几十万的部队放下了枪，所以专家他有他自我辩解的这种理由，对吧？使其的预测错误也是合理的。那咱们国家的专家那就更厉害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把这个，因为咱们汉字咱们的这个中文博大精深，他还可以通过玩文字游戏来为自己辩解，所以也就是专家就是预测错了，你也不要较真。那最后这个张文英老师他给了3点建议他第一个不要迷信专家，他越是信誓旦旦的专家，其预测往往越不可靠，越不值得信任第二个说要相信自己，说人类在很早以前便怀揣着飞天梦想，但直到19世纪后期才具备实现的可能。比如说那个发明飞机，对吧？人类才能这个飞翔翱翔太空这就是张文英老师他的一个演讲。为什么专家的预测经常错的离谱？这个我倒是觉得专家预测虽然是错误的，对吧？经常错的离谱。
那是不是就说明我们就不要去看专家的预测？我觉得不对啊，专家预测是它的正确和错误都是事后验证的，不是现在，对吧？当下我们还真要看专家的预测，为什么呢？实际上是借鉴，对吧？如果说我们对专家的预测，对专家说的都是治，那实际上是我们又走上另外一个极端呢，叫反智主义。也就是说什么呢？我觉得这个咱们对专家的这个预测啊，我们要看他的逻辑，对吧？他为什么这么预测？他的理由是什么？我们不要关心他的结果，因为结果往往错的离谱。但是他这个预测的这个逻辑啊，往往是合理的，对吧？它的基本原理对我们是有益的啊。但是它条件确实发生变化，影响它的结果，他没有办法预测这中间会有哪些条件变量，对吧？所以说我们也不能对专家的预测都是反对，那实际上就变成一个什么呢？反智主义。那你最后你就信什么呢？你最后就变成信什么这个，对吧？这个西方唯史论，对吧？所以我觉得啊，这专家预测虽然错误，但是借鉴，尤其要借鉴他的预测的逻辑，对吧？他的根本观点，而忽略，对吧？他的预测的结果。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专家预测基本上都是大错特错，然后就说专家一无是处，没有意义，这个不对啊，这个就是极端。当然有的专家啊，他就通过这些非常极端的言论、极端的结果这种预测来为自己搞流量，对吧？这个凹人设，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另外一回事了，对吧？有的专家，所谓的专家，他因为立场的问题，对吧？他做很多预测，那这大相径庭，跟结果啊。所以说我们说要看专家预测，是要看他预测的这个他所用到的这些基本逻辑成立不成立。有些专家啊，他的预测基本逻辑都是违反常识的，那不就是肯定闹笑话？违反常识，即便他预测的结果是对的，也没有任何意义，对吧？就像那个钟啊，那个钟坏了，停止不走了，他一天也有2次是对的，那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们要既要对专家的这个预测结果啊保持一个警惕之心，又要反对这种反智主义、降智。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